買得太少咯。買得太少。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香港 Donald， 全球最大嘅基金公司今日嚟講解基金，9個月升咗110%，高。Nice。始終環球嗰個投資市場嘅氣氛真係幾唔錯。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，哇！我 miss 咗。咁而家去到第四季2025年想入，咁仲有冇得上望嘅空間咧？咁即係大家都有個咁嘅問題係嘛？就係參考翻一啲，譬如美銀有個叫做全球基金經理人嘅調查報告，睇下對於個市其實嗰個風險嘅偏好係好定唔好。當然正面嘅正數上邊嗰啲巴就代表好啦，下邊負數就代表唔好。咁下邊亦都有叫 Morgan Stanley 嘅士丹尼嘅散戶調查報告。咁所以其實上邊幅圖上邊就代表基金投資者，下邊就代表零售投資者點樣睇個市。今次如果你話聯儲局減息嗰個部分冇想像中咁快嘅話咧，即係唔係一年6、7次，一年可能得個2、3次咧，可能嗰啲資金咧未必會全部流入債市部署，佔你嘅資產淨值大概可能10至20% 左右。呢個 portfolio 唔需要特別話做晒嘅，做晒嗰啲通常都係短炒㗎啦，或者佢哋好有一個獨特嘅見解。OK， 通常1500蚊升到2000蚊，咁而家利潤係幾多？1000蚊，咁所以你個利潤就 double 咗。咁所以呢個所謂嘅營運槓桿個效應就係嚟自於呢樣嘢。咁所以你今年見到點解隻基金升110%咧？就因為你問我有冇試過1年之內升100%？未試過，未試過。咁所以今年咧，其實4月份咧，美金對大部分嘅貨幣，包括歐羅啊、yen 字都跌咗大概10%嘅。